台湾县会计师公会由理事长刘家雄带领该会理事甲注意等人，以50万现金要来关政府台南市社会局的时务银行，将物资真正送到有需要的弱势手中。其中吴伟贴伫社会局长陈英基的陪同，代表受证场面温馨。因为我们以往可能捐出去的，但是其实是不是有到达需要的那个真正需要的人的手中哈？其实我们自己也没办法判断了哈。所以我们今天透过我们社会局市长这些政策哈，关怀的政策优先哈，这个希望达到哈，真的让它落实到拿到真正需要人的手中。哦，也是有一点点抛砖引玉啦，哈，唤起大家来共襄盛举。好，那我们很高兴，很支持，也很谢谢我们市长给我们这个机会，好，共襄盛举，让许多市民朋友们，尤其在边缘或是比较困难的哈，就是说生活比较陷入困难，或者因为有急难的一些市民朋友们，能够感受到来自社会的温暖，我们都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省会计师公会一直以来做的，会计师大家都知道是精打细算，但是在社会福利上面，其实最精打细算是帮助这些边缘的人，让他们拉他们一把，扶他们一把，扶他们上马，让他们走出去，将来就会让他们其实不是他们也不会一直长期在这个社会福利的这个领域里面。让你只要在适当的时机帮助他们一下，他们就可以走出来。长期支持台南市社会福利服务的台湾县会计师公会，今年开春特别回馈伫时务银行，让经济弱势、较有急难需求的民众，会当真紧、甲真方便，得伫台南市永华店5区得到服务。同时，透过提供物资的过程，关心民众的生活，建立信任感。台新闻关及何秋邦采访报道。